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帅不过3秒帅不过1天3月3号，胡适还是迎来了一场令人窒息的暴跌风暴。今天胡适就让金融消费者尝一尝什么叫下跌的厉害。当然了，咱们有一说一的公道点说，这胡适相对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展开这个混合双打之后全球股市都在下跌。哈梅内伊坐着导弹走了之后本来昨天胡适就应该下跌的，但是胡适硬挺着，指数它没跌，至少面子上保住了，不愿意买单。但是帅不过3秒，帅不过1天呢。今天他就主动的还是买单，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个相对来说已经比这个其他地方的这个市场稍微好那么一点。今天本该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却成了无数金融消费者心中的寒冬。沪深两市开盘伊始，似乎还带着一丝虚假的繁荣，指数还高开，还冲高，还创了一个新高，一度触及4197点，就差点4200点了年内新高让不少金融消费者开始心生幻想，以为牛市行情将再度延续。可惜帅不过3秒，好景不长，上午短短1个小时，市场情绪急转直下，也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突然就开始往下掉，尤其是午盘就是下午指数开始大幅下挫，上演跳水惨剧最终沪指收盘下跌 1.43%， 深成指跌 3.07%， 创业板指数重挫 2.57%， 科创50指数更是惨跌超过 5%。 就是不要看沪指跌的好像不算多1.43%，当然了，这近几十个交易日来下跌 1.43% 也是比较多的了但是相比较这个深成指创业板科创50这是沪指跌的还不算多，就是因为沪指里面有3桶油在兴风作浪，沪指里面有国家队，有主力在护盘，全天成交额高达 3.15万亿，就是放量下跌比昨天又多了1100亿成交量，也是创下了近几十个交易日的新高但是放量下跌它并不是繁荣的信号，应该是恐慌抛售的狂潮。上涨家数只有600家，而下跌的家数4873家，基本上一片绿这还不算这个中位数涨幅是负的 3.4%， 也就是说有一半的股票跌了 3.4% 以上。这样的数据宛如一幅血淋淋的画卷，描绘出 A 股市场的惨烈与无情。金融消费者成为这场暴跌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是市场的基石，却往往在风暴中首当其冲。就是今天这个交易日许多散户开盘看到指数高开，石油石化板块逆势掀起涨停潮，3桶油连续涨停，甚至见证了历史性时刻，不少人满怀信心追高买入，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出得来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短暂宁静。总体上我看国家队也出力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银行股很多大盘股都已经被拉冒烟了但是这个确实外围下跌太大，散户们眼睁睁的看着账户余额蒸发，巨亏成为常态。有人在社交平台感慨说，持仓今天亏麻了，这不是个例，而是千万投资者的集体心声。如果融资融券买入的，那更是血本无归指数上午冲高后快速跳水，反复拉升又回落，多数投资者因此深陷亏损的泥潭。即便尾盘有所修复，个股却难以同步反弹，散户的信心如玻璃般碎裂。你不能说国家队没干活我看了一下，今天国家队和主力资金努力显得格外醒目，却也是徒劳无功。上午国家队是积极出手护盘，他们将沪深300 ETF 从跌幅 1% 拉至红盘，不容易4大国有银行涨幅超 2%， 这些关键时刻的动作确实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甚至沪指在11点后一度翻红，似乎给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但是啊，抛盘太大啊，抛盘太多，没办法。下午开盘后啊，指数再度跳水，创业板和科创板领跌，散户手中的科技股、成长股成为重灾区。主力虽在银行、石油等板块苦苦支撑，但小票的崩盘让整个市场陷入恐慌循环。最终，国家队虽然稳定了部分指数，但个股的惨烈下跌让散户巨亏的局面无法逆转。再回想到昨天啊，昨天也是啊，这个指数沪指涨了，阳线，但是啊，金融消费者是巨亏。我记得昨天啊，1142家上涨，4282家下跌，而且是中位数是2.几，就是都下跌2%。那今天和昨天这2天，基本上啊，就已经把这个春节红包啊，给散户发的红包不仅收回去了，而且还加了利息，很有可能是乘以2收回了，给你发了个1000块钱红包，收回来2000块钱，就这么个事啊。红包行情啊，这个散户还没捂热。当然了，大家也没有必要这个过于紧张啊，因为接下来是要开会了，连续暴跌也可能也比较小，怎么着这会开完了啊再说啊。我看网上很多人说啊，说这种不对称的涨跌让散户感到深深无力。国家队的主力护盘虽然让沪指避免了更深的跌幅，但对于持股散户来说，指数的相对稳定并不能挽回个股的损失。累计2天下来，账户缩水20%以上的比比皆是。更有甚者，那些追高买入的散户在4197点新高位接盘后瞬间陷入深套，市场成交放量至3.15万亿元，表面上看似活跃，实则主力资金大举流出，散户呈接盘侠，成为炮灰。全球因素的干扰让国家队的努力显得苍白无力，美股科技股的调整，国际地缘紧张局势的升级，都间接放大 A 股的波动。主力虽在尾盘拉升，但整体下滑趋势很难改变。这个美股的科技股下跌，咱们以前啊，至少是去年10月份就开始提醒了，因为这不光是咱们这边说这个人工智能泡沫，关键华尔街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是吧？认为这个有泡沫，所以说美股啊，它也是像那个什么样的，像这个杯弓蛇影呢，稍有风吹草动，它就哗啦哗啦掉一下。但是啊，我要把话说清楚啊，美股下跌和咱们下跌不一样。美股呢，你恐怕就是下跌，你有持股的这种底气，对吧？你相信它下跌可能是暂时的，是误杀、错杀，它的业绩不错，迟早会涨回来。但是啊，股市这个下跌啊，不好说。你甚至可以反过来说，它现在上涨是误涨，如果跌下去能不能起来，全看命啊，全看运气，全靠赌啊。股市这些股票，你哪个敢长线持有吗？你敢持有几年吗？保管你明年恐怕就见不着了，退市了。当然我说啊，这个也没必要过于悲观。为什么呢？因为这2天全球股市都在跌，所以你要股市不跌有点勉为其难。也就是股市跌吧，是本分，不跌是勤奋。记住了啊。为啥呢？你看啊，日韩股市双大跌，这个韩国股市居然还崩盘了，这叫熔断了。周二亚太股市普遍低开，而日韩股市领跌。截至发稿，韩国基准股指指数跌幅扩大至3.6%，盘中一度跌超4%。当然了，韩国是因为昨天放假，就昨天他没跟人家一起跌，因为他停盘，所以今天一开盘它就补跌啊，把昨天的也得跌回来，所以它跌的就更狠啊。大韩航空股价大跌8%，不过韩国国防类股票普遍大涨。日本股市则延续了前一日的跌势，截至发稿，日经225指数和东证指数双跌超2%。那也就是说，对这个全球股市来说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混合双打就是一个黑犀牛。我想啊，面对今天的这个下跌啊，金融消费者应该是心里有所准备，也就是说啊，能接受吧？毕竟人家那边精神领袖，对吧？哈梅内伊都已经坐着导弹走了，命都没了，对吧？你就出点钱，塞个份子，又能怎么样呢？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有人啊，就把这个上纲上线，对吧？正常的这种调整呢，因为这个突发地缘政治这些影响，他要上纲上线，认为这是坏人在捣乱、搞破坏。一个叫董少鹏的资深财经评论员董少鹏，他发文呢，开始上纲上线了啊。他说啊，在重要节日、重要会议期间砸盘是内外勾结、破坏中国治理、干扰中国社会信心的行为，必须打击。这到底谁跟谁勾结砸盘呢？对吧？你说谁跟谁勾结砸盘？
他这文章这么说的啊，他说啊，中国股市啊需要维稳，这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美国股市是国际资本巨头博弈的场所，这些巨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约法三章，看似自由，实则有强大的默契。而中国股市不是国际资本巨头维护的场所，他们也不希望中国股市具备全球吸引力。中国股市欲成长为全球的股市，必须自立自强，必须吸收外部的干扰破坏，需要建立维稳机制。在重要节日、重要会议期间砸盘屡见不鲜，这不是单纯市场行为，而是内外勾结破坏中国治理、干扰中国社会信心的行为。当然，砸盘操作都被包装为长线资金不足、散户投机性强的市场悲催场景，或被包装为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中国科技能力不强的经济悲催场景。仔细分析，这些解释无一站得住脚。打击在重要节日、重要会议期间的砸盘行为，是匡正中国股市治理的重要手段，具有牵引性作用。就这个脑子来炒股发展资本市场，那不是个笑话吗？简单点说，就是把股市管起来，计划上，炒个股还上纲上线，这不行就把它关掉呗，对吧？你关掉了，你看国际资本怎么砸，内外勾结怎么勾结砸你。你这今天日本、韩国股市暴跌，那也是谁勾结砸的呢？美国自己也在暴跌，谁勾结砸的呢？对吧？一个资本市场本来是个市场化的行为，这样上纲上线玩不起就别炒，这个市场可以关掉的啊。当初设计的时候就说了，不行就给它关掉，36年了，对吧？还没关掉。我倒是建议啊，实在不行给它关掉算了，已经成了一个大型的赌场。经过这2天这么一折腾啊，这个集中消费者恐怕深受打击啊。本来是满怀信心，要赚多少多少，要逆天改命，这下好了，老老实实上班。可以说啊，很有可能指数很快就回去了，但是散户的那个账户啊，想回去很难，没办法。美国和以色列的精确制导炸弹，再加上伊朗的反击的这些沙赫的无人机导弹，可以说啊，精准的击中了全球资本市场。我们再看看这胡锡进老师啊，胡锡进老师又开始发这个微博了啊。胡锡进老师啊，这个才是典型的叫唯恐天下不乱。他说啊，战场扩散了，双方都打红眼了，除了以色列，中东的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叙利亚都有伊朗导弹落下，因为那些国家都有美军基地。有的伊朗导弹还打偏了，那些吃了导弹的国家纷纷抗议伊朗，他们抗议不能不说有道理，但他们是不是更应该抗议美国和以色列？你胡锡进老师这个理讲的不服不行啊！伊朗炸这个科威特啊，炸沙特、阿联酋，炸那个帆船酒店是吧？胡锡进老师意思说你不能找伊朗啊，你只能找美国和以色列。为啥？因为美国、以色列打伊朗，所以伊朗就胡炸，没关系的。他胡炸哪儿？这就好比，胡锡进老师在大街上被人打一顿啊，被个流氓把他揪住他领子，给他2耳光。胡锡进老师不敢打这个人，或者打不过，他就拿这个刀啊，在这个大街上乱砍别人。砍完人说，那你得怪他去啊，对吧？你怪我干啥？我是弱者啊，是他们要打我，我没办法，我只能砍你们。理由什么？理由是为什么他打我的时候，你们不上去制止一下？就这个道理啊。胡锡进老师意思就是这些国家都有美军的基地，问题是美军发射导弹啊，无人机都没有用这些基地。胡锡进老师说啊，是美国利用在中东的基地打击伊朗，点燃了战火，致使那些国家跟着遭殃。这些国家在战前都纷纷表态，禁止不允许美国利用他们国家的这个美军基地打击伊朗，都已经说过了。而且对吧？那特朗普是没办法，他搞2个航母打击群过来。B-2隐形轰炸机是从美国本土起飞的，直接跑到伊朗轰炸，炸完了又飞回去了。所以胡锡进老师啊，这典型的就是那种他才叫恐怖分子啊。实际上啊，你看这些头部这些黄俄啊，他们才有典型的恐怖主义倾向。你确实，你看那个加德老师也是嘛，加德老师还没打仗呢，就让普京啊赶紧对乌克兰进行3关政策，还是嫌普京太仁慈，打仗哪有这么打的呢？所以说这些黄俄一旦权柄在手啊，你说多吓人吧？这也是为什么人家害怕你的原因啊，就没有正常思维，对吧？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虽然野蛮，但是人家好歹是让领导先走，领导和领导家属先走，没毛病。胡锡进老师说啊，那些国家只骂伊朗，不敢朝给他们招来导弹的美国和以色列瞪眼，是不是不太平衡？他说那个哈不太平衡哈。特朗普声称对伊朗的打击要持续4周，应当说对那些国家非常不利，还是得双方赶紧停火，这叫破罐子破摔。这些国家啊，一旦一致起来对付伊朗，对吧？伊朗是极端孤立，然后这些正义联盟的大哥、三哥、二哥什么的，都是
动嘴，对吧？没有1毛钱援助，你让伊朗就是这些强硬派啊，这就是往火坑里跳啊，往刺刀上撞啊，这就是正义联盟大哥二哥，对吧？就是这种态度。这还没完啊！这胡鑫老师又发了个微博，更有意思，不仅为这个伊朗洗地啊，还指出美军已经失败了，或者不能这么说，就是说截至目前，美国的战果在缩小，而伊朗的战果在逐步扩大，这就是胡鑫老师的这个总基调啊。这胡鑫老师这么说的，他说他给这个列出了美国啊4点原因，就是从4个方面说美国已经战果逐渐消失，而伊朗的战果逐渐扩大，4个方面，他写的很长啊。哪4个方面呢？他第一个，军事上打了超过48小时，美军还显然没有取得对伊朗领空的制空权，未能做到美军战机自由进出伊朗领空。按道理说，美方在这段时间里应当通过他在压倒性火力优势和先进性技术手段摧毁伊朗的防空体系，实现对伊朗领空的接管，这也是美以军队最初应当实现的目标。但是美军最炫赫的战绩是斩首，而不是为接下来更有效的空中打击扫清道路。我不知道胡鑫老师说的是啥意思啊，不太清楚。好像伊朗的天空飞着不是美国和以色列的飞机吗？不太明白啊。他这个也就是为了给伊朗洗地啊，那就简直是雷达致盲了，雷达致盲，他眼睛也致盲，那你就没办法了。胡鑫老师说啊，他是3架美国战机周一在科威特坠毁，肯定与伊朗的防空打击或者威慑有关联，这个没错啊，这个肯定是跟伊朗的威慑有关系。这个美国的3架 F-15打击鹰战斗机啊，在科威特是被吓掉下来了。毕竟那个大仙儿，对吧，已经去了是吧？说不定在那儿用什么魔法啊，心理震慑。胡鑫老师说啊，美军声称完全是友军，就是科威特误击所致。胡鑫老师说啊，这种解释太简单了。没错啊，那肯定还是大仙啊在天有灵，正在施法的时候把这个科威特人给魔怔住了，对吧？受影响吗？朝这个友军，朝美国的战机发射导弹。这胡鑫老师认为，这个你美国战机掉下来啊，死人了都是伊朗人干的，都是伊朗打的，对吧？别找借口了啊，说明伊朗人很厉害，就这意思啊，这就是他的底色。这个所以说啊，这第一个美国的失败。第二个美国失败啊，说伊朗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这是战前普通军迷和时政记者都能猜到的事情，但是美军居然没有防范的预案。眼看着伊朗把3艘油轮给打了，霍尔木斯海峡很窄，一侧是伊朗，一侧是阿曼，说除非美国派地面部队把那一带给占了，空中打击很难消除伊朗的封锁威胁。虽然油价上涨，美国石油出口商也能得点利益，但是那点利益与政治损失和石油涨价造成的连带经济损失相比，只能是9牛1毛。这胡鑫老师很有意思啊，也就是说，你看看啊，你美国人还不是拿这个伊朗没办法吗？霍尔木斯海峡被人家封锁了，这胡鑫老师忘了啊，这个好像这相当于伊朗给东大腿上来了一刀，然后他说美国人，你看看你不管，你没有预案，还不是你输了吗？但是你看流血的是谁啊？流血的是谁啊？霍尔木斯海峡那个上面运的石油，对吧？排第一的是到大国的，这个也是美国的失败之一，这就是胡鑫老师认为的。胡鑫老师说美国失败第3，说这个美国48小时轰炸没能瘫痪伊朗的反击力量，他的中东盟友一个个跟着遭殃。那些国家虽然口头上谴责伊朗，但他们心里肯定也都在埋怨美国的军事基地惹来的麻烦。这是胡鑫老师一个人啊，这就是在意淫呢。美国打伊朗有本事，但是阻止伊朗大闹中东却显得很乏力。说到第3天时，美国的优势反而没有第1天展现的那样明确绝对。你看看，这都是美国失败的地方啊。这第4个，他说斩首哈梅内伊的炫赫战果和政治意义正被之后的事态发展冲淡。也就是说啊，人反正已经打死了，也就是兴奋了一会儿，往后啊，随着时间推移，你这个战果也就没了，没人当回事了，就这意思啊。因为美国能够团灭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军队高官，但是美国瓦解不了伊朗数十年来建立起来的政治和军事体系。伊朗的体系并非全靠一个人，其设计本身就允许在职位空缺时有人递补。选举新的最高领袖正在伊朗严格按照宪法程序进行，递补其他官员更容易。你看胡鑫老师啊，给美国列了4点，这美国不行啊，还是伊朗厉害，就被打成这样了啊。这胡鑫老师还能为伊朗找到这个亮点。
这不容易啊。实际上胡锦老师是东大盘盘们的代表，对吧？就是有典型特征嘛。东大的盘盘们不都是这个调调吗？都是这个腔调啊，对吧？就已经按在地上摩擦了，但是你还是输了，为啥呢？因为你这摩擦没有用啊。那就好比我昨天举的例子啊，就是这个卢提辖拳打镇关西，是吧？3拳打死了，在胡锦看来，那卢提辖还是输了，为啥呢？对吧？你看你还不是你自己倒霉了吗？你不是光复要追你吗？要抓你，对不对？你把卢提辖3拳打死的，那就你要1拳打死才叫厉害，这就是胡锦的逻辑啊。然后你打卢提辖，就是卢提辖把那个镇关西，你把他打死了，你是不是手也打疼了？手上是不是有伤？是不是溅了一身的血？难看不难看？蓝背不蓝背？这就是胡锦老师的这个逻辑啊，对吧？虽然你是卢提辖3拳打死镇关西，但是你的姿势不够帅，那也不行。总之啊，然后最后是镇关西虽然死了，但是赢得了群众的这个喝彩，那就看这个肉喇叭他怎么写，他怎么喊，对吧？当然了，你说到肉喇叭，我也想起来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最近在网上刷到那个视频，肉喇叭在伊朗，都搁在那个记得都应该是在一个天台上播是吧？阳台上播，他不在这个伊朗这个德黑兰街头播了，为啥？当然了，一方面也是安全啊，因为那个导弹不沾眼嘛。一方面，对吧？那还是安全呢，因为你在阳台上、天台上，你在那胡说八道，对吧？你随便怎么说，反正你是对吧？跟胡锦老师一样，反正你是说给东大的盘盘们听的，捡东大盘盘们喜欢听的说。但是你这玩意你要在德黑兰街头，那有可能要挨揍啊，不太好是吧？人家一听我这说啥呀？这是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上去几大耳光子，不太好是吧？你犯不着啊，因为你是面对东大的盘盘们，对吧？冒着风险跑到德黑兰街头，那是不好是吧？毕竟打伤了算工伤，那工伤完了又花大头的钱，大头的钱还不是我们的钱吗？所以我是从安全角度就劝他们啊，就这样，就在阳台上播，就在阳台上报啊，不要去什么街头，危险，对吧？也瞎说被人打了，也得花大家的医药费。现在挺好的啊，对吧？这个伊朗人也看不见，这胡锦老师这样也很安全呢，他在微博上这么写，给国内的盘盘们看，对吧？伊朗人也看不见。这胡锦老师最后说啊，他说特朗普由于没有后续方案，不能在击杀哈梅内伊之后迅速见好就收，接着一打反而露馅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美国到底露了什么馅啊，不太清楚。反正胡锦老师说露馅就露馅了吧，暴露出美军的不足呗，暴露了美军的弱啊。一个他可以对内对外炫耀的战绩被之后复杂而失控的情况污染了，糟蹋了。现在这样战争能够如何停下来？什么才能够让特朗普攒足面子宣布胜利？对华盛顿成了一个大问号。这让我想起了胡锦老师怎么评价俄爹的，对不对？你要把评价特朗普这一套评价一下俄爹，对吧？地保老人，那这么一比较的话，地保老人就该去赶紧自挂东南枝吧。就是特朗普搞成这样，在胡锦老师看来还是失败的，那你俄爹，对吧？你义父地保老人还有何颜面苟活如是？这就是肉喇叭啊，这完全就是不顾事实啊，颠倒黑白，立场先行，洋相百出啊，漏洞百出，对吧？这就是东大有很多这样的军事专家、评论家都是这个调调啊，笑死人不偿命。我看这个很多媒体报道啊，说有人啊什么，如果美国敢打伊朗，我见着你就叫爹。是有一个这样的人吧，网上我刷到了啊，到处都在切片啊。还有一个人扬言啊，说如果美国敢打伊朗，他现场直播切篮子。这我就想，人家美国人要割伊朗的篮子，他不要你篮子干啥呢？他说美国敢打伊朗，他就把篮子割了，现场直播，你说至于吗？美国人是要给伊朗割篮子，对吧？对你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啊，也不用说什么预测准不准，是吧？分析准不准，你就说事实就完了，客观，对吧？加上一些这个各种媒体的报道，你去分辨一下，再加上自己合理的这种逻辑推理，事实真相就不难得出。伊朗的强硬派快扛不住了，但是啊，对吧？来自这个正义联盟的，对吧？这些专家和嘴炮依然嘴硬。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